各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伫北京甲太平洋岛国领袖召开峰会，宣布正式和南太岛国库克群岛也有纽埃建立外交关系，方针为讲是要对抗中国。帛琉总统惠恕真也指出讲，美国甲帛琉有当咧讨论，要伫咧帛琉上太性来部署上先进的爱国者飞弹系统。这个行动也代表美国想要阻止中国伫咧南太地区的影响力。 President Biden, your message to China as you stand next to these leaders today. 美国总统拜登日5伫北京甲太平洋岛国领袖召开这1年外第2届高峰会。拜登伫随时阵虽然无提起中国，但阁宣布要派投资者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舰艇，专门甲太平洋岛国合作，以及提供训练，阻止中国意思正重。另外嘛，正式甲南太岛国库克群岛纽埃建立外交关系。The United States committed to ensuring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at is free, open, prosperous, and secure. We're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all the nations around this table to achieve that goal. Today, the Cook Islands and Niue celebrate milestones of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vely. 库克群岛人数差不多17000人，纽埃嘛较无2000人，两个岛国人口加起来较无2万人。进前拢甲纽西兰维持自由联合关系。即马美国承诺要进一步提供基础建设资金，互人当作是积极扩张伫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We have been looking forward for this day since the announcement was made by the US last year that it would recognize Niue as a sovereign state. 美国对于中国进入太平洋加强警戒，因为美军预定2026年要伫帛琉部署雷达系统。出席峰会的帛琉总统惠恕仁就甲日本媒体讲，除了希望美国海军舰艇较接到帛琉港口，也向美国清楚表明，若做要伫帛琉有一个雷达基地，就应该爱常态性部署先进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 现在第2岛链会变成一个重要防卫方向，那美国跟帛琉强化这种军事安全合作，势必可以强化对于帛琉的一些补助。外交部致力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持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地区。另外，太平洋国家董志文总理进行访问中国，能够在联合声明中无承认咱的国家主权。外交部已经表达强烈的抗议，并且各用正式的谴责。记者综合报道。